一个啊，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名字雅兰哦，好像也是花姐帮您取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个故事。他说你叫陈美如，迄内底一个记忆如都有够如的啊，你要搁如惨的，袂使，我给你改名。我讲好，我要改什么名？伊讲我就爱看一个英国的男星。叫做亚兰德伦，好，啊，无你叫陈亚兰好啊。哦，啊，我想讲好啊，啊，就南部来的囡仔，就讲好啊，啊，伊也唔是为咱，伊是为咱好，唔是要做歹啊，所以就伊若讲啥，我就好啊，我乖。哇，啊，雅兰姐，你那个时候有看过亚兰德伦的电影吗？或者是看过他的照片？看过他照片，很帅啊，双下巴就很帅，很帅的一个人。对，要让杨丽花欣赏的明星也不多哎。对啊，他那个时候听说是法国的当红小生哎。对。哇，所以就是，他是法国还是英国啊？应该是法国。哦，对，他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演了很多，他还有来过台湾参加什么金马奖之类的。是哦。他那时候很红，所以就是那个花姐也是很欣赏他。对，他希望我是一个要演男的，就要很有性格的感觉。哦，对，他也是个性格小生，所以这中间有一些可能是花姐对你的期许就对了。对。